今日煲太子參蟲草花麥冬湯，非常適合天冷嘅時候俾老人家飲用。針對年長者常見嘅氣陰兩虛、肺腎不足，有一個好好嘅調理作用。從中醫角度嚟睇，有4種材料：太子參、蟲草花、麥冬、蓮子。呢個係一個清補嘅搭配，補氣滋陰，又能夠增強抵抗力，非常適合老人家喺寒冷天氣飲用。硬實材料：蔥乾淨，用清水浸2個小時，之後浸水留用。豬展肉洗乾淨，冷水下鍋出水，沖乾淨，加1條胡蘿蔔，去皮切大件。浸材料水加清水，總共3公升，放入大湯鍋，將頭先硬實材料同埋已經焯水嘅豬展肉放入，大火煮至水開，繼續用大火煲10分鐘，之後轉小火90分鐘，最後45分鐘加入胡蘿蔔。如果你想呢胡蘿蔔更加腍嘅話，就可以最後1個小時加入。出鍋之前30分鐘，閂咗個火，然後撇咗面上邊嘅肥油，加入已經清洗嘅蟲草花，繼續用低火煲30分鐘。食之前加鹽調味就可以啦。我哋通常煲有藥材嘅湯係1個半小時至2個小時。咁一般說法呢，就話煲湯多過2個小時係屬於老火湯，有嘌呤同埋亞硝酸鹽嘅問題。咁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健康隱患。咁我哋而家將呢個煲湯時間控制喺2個小時以內。呢個湯最好就係當天煲，當天飲完。其實我哋煲湯都係想養生，所以有陣啲小知識呢都要學下。有一點要同大家再分享一下，原來麥冬唔適宜煲咁耐嘅，咁最好喺出鍋之前30分鐘至45分鐘先至加入。咁我而家呢個湯就放早咗啦，咁下次你哋煲湯嘅話，就試下用呢個新嘅時間，出鍋之前45分鐘加入啊！真係每日新知，做到老，學到老。人嘅一生學嘅嘢實在太多啦。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